大家晚上好，今晚夜咧有隻廣東大埔嘅客家朋友阿小羅來到我哋講客家話，麻煩你先老觀眾朋友簡單介紹你自己先做得冇？我係到小羅就可以咧，我係廣東梅州大埔高邊嘅客家人，我細時候呢就係大大奶奶帶大嘅，我就會講很多片面上，就同大家分享下的。多謝你哦，你一種口音嘅客家話我係第一次聽到哦。啱到咩？其實我平時就有時聽別人講嘅客家話，我就一直都冇聽到同佢嘅啲講嘅，就過年啊放假時全部變上聽到按你嘅聲，我唔定會聽喎。你講嘅話我就聽嘅是，哦，你今年幾多歲哦？我今年20。哦，你喺邊呢？附近係乜嘅地方啊？係乜嘅縣哦？我係在之前係行到平年村，後來就變到嗰個高邊地步，就離嗰個富寮及村啲的，離嗰個福建後村啦。因為我係在福山出生，我爸爸係梅州人，自出來工作，但我大大奶奶就來到福山，我係一直在福山長大，所以呢我聊到客家話就我真係好久冇樣的用咧，就聊到就唔會好啲的。我記得我細時候，我奶奶同我講，人講嘅聲係聽到軟聲，還有一種係硬聲。你在福山狀態，但係你係唔曉講客家話。我就細時候呢，因為大大奶奶就講客家話，我就好會嘅。後來人冇人同我講客家話，我自家就會講嗰個廣州話，就客家話就好少用，所以就過年放假時，有時轉下的老家就會用到客家話。你在福山狀態，你身邊有冇老你講客家話嘅朋友咧？有，從我安排嘅呢啲字體，真係好少會講客家話嘅。你有冇去過大埔演上哦？就輔料嗰邊，有時我在嗰個市中心處。你有冇感覺你講嗰種口音老市區喺度人講嘅口音多少有啲重？唔係講，記得您講嘅係從嗰個乜嘅梅縣話啊，輔料嘅話，好唔係講，就愛呢個口音，就愛嗰個村的邊長有安得嘅。咁你今日係行出去讀書，還係出來做工啊？我今年係在北京讀書。你在福山那陣時，你一年轉幾多次大埔嘅？多時就2個，少時就1個，一般過年就會轉1個。哦，就係一次兩次，人哋就係講1個2個。係。一種講法我也係第一次聽到。唔同地方嘅客家話咧，有人係講1次2次，還有人講100 200，還有人講1厘2厘。哦，安得你就講1個2個安得。還有咧，人家都講，好像亞條咧，人家都就係講 N。其實台灣嘅客家話也中意講 N。睇你大學畢業之後，你想出嚟做工咧？就轉廣東。你在北京有冇遇到其他廣東嘅朋友咧？有廣東嘅人係多啲嘅，然後就係大學嘅有嗰個梅州人嘅同鄉會。睇你有冇老家都講客家話咧？如果講客家話就冇我聽唔到同我哋講嘅，因為如果係同我哋講嘅話，我也會第一次你的讀書，因為嘅村邊嘅人也差唔多的全部都識。好，我今晚也係好開心做得老阿小羅講客家話，多謝你啊！